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 V，好耐冇見啦，好耐冇鋪片上 YouTube 啦。但 anyway， 今日同大家嚟一集呢一個 data pack 嘅生存。呢一個 data pack 咧係會將成個世界嘅石頭變晒做呢個玻璃大家都睇到啦。咁好耐冇玩呢個 Minecraft 嘅生存啦。我哋就嚟睇下，我哋可唔可以成功打敗呢個中介龍通關 Minecraft 呢？好，咁樣我哋萬年不變嘅一個規則，一嚟就先當然係斬樹先啦。OK， 就嚟合成一下工具先。工作台木棍 OK。我而家突然間諗起一個問題，就係我冇辦法合成石製工具喎。睇嚟揾村莊先得。先繼續斬樹先。我係咪應該裝一個連鎖挖掘嘅 mode 先至啱呢？喺度不停咁掘呢啲嘢都好辛苦啊。But anyway， 等陣間去睇下有冇村莊啦。如果冇村莊嘅話，就直接開個新嘅 save， 咁樣都好過用其他方法，咁樣好似最簡單。OK， 而家試下喺 F3 呢邊睇一睇，可唔可以揾到呢附近有冇村莊先？如果有嘅話就最好啦，睇一睇先吓。揾到咯，都 OK 喺10個區塊嘅位置左右。而家睇下佢喺邊個方向先。OK， 確認咗就喺呢個方向啦。而家過去，你行過去應該冇耐就可以見到個村莊㗎啦。OK， 我嘅判斷冇錯，咁樣我就可以揾到石頭呢，就可以製作呢個石製嘅工具啦。有冇啊？呢啲村民嘅屋企幾慘嘅，我哋幫手裝修一下。大家都知道嘅話，V係一個好人嘅一個充滿公德心嘅良好市民嚟嘅，一定要免費咁樣幫啲村民裝修一下，同埋而家幫佢哋耕一耕田啊，我咪就係呢啲所謂嘅良好市民咯。OK， 合成啲麵包先。喂，你瞓乜嘢瞓啊？未經我同意你就瞓呢張床？呢張床我噶。OK， 瞓醒起身就係時候去將嗰隻鐵巨人殺咗佢啦。畢竟鐵巨人咁危險，一定要幫啲村民除害啊嘛。OK， 過去隻鐵巨人呢？ OK， 原來你喺度。OK， 睇下幾多塊鐵先，3嚿。啱先好整個水桶，足夠啦，都足夠啦。一切準備就緒，落去掘礦，攞到鐵鎬之後，咁就直接掘一組嘅鑽石，應該好快就可以搞掂。OK， 燒好啲鐵嚟啦，可以嚟。鐵鎬 OK， 莫非這是鐵鎬？直接用真男人掘礦法掘夠64組鑽石。
講真話，我自己都唔知掘咗幾耐嘅鑽石，但係無論如何，總算掘到成組鑽石，同埋而家都有成套嘅鑽石裝啦。咁而家準備一下，準備好就出發去地獄啦。OK， 揾到一處嘅岩漿，就喺呢邊整個地獄門啦。OK， 出發。哇！各位，連地獄岩都變晒做玻璃。唔多講廢話啦，直接去揾地獄堡壘。各位，唔掂啊！呢個 FPS 真係太低啦，流暢度根本玩唔到。各位，容許我喺呢邊就暫時停咗個 data pack 佢，等我返到主世界再重新開返個 data pack。OK， 各位，終於嚟到呢個珠寶林嘅堡壘啦！係時候佢哋落到嚟㗎嘛？喂，打我！唔記得整金鞋啊！過咗好耐，終於又返到嚟呢度，終於可以交易嗰啲中亞珍珠啦。OK， 交易咗10零分鐘，終於交換足夠嘅珍珠啦。係時候出發去打烈焰人啦！等陣先，做咩有腰衣嘅聲呢？喂，死火！冇嘢，頭先又同我死咗一次，但而家又終於又返到嚟呢邊啦，開始殺烈焰人啦！The next day， 終於殺夠烈焰人，可以返主世界啦。OK， 返到嚟主世界，哇！竟然喺海上面。But anyway， 都係一樣啦。先去開返呢個 data pack 先。死啦！身上邊冇木頭添。睇嚟，要夾硬游過去啦。終於上到陸地，係而家嚟定位呢個中介祭壇。OK， 大致定位咗中介祭壇嘅位置啦，而家就加速跑過去。OK， 嚟到呢個計算出嚟嘅地點，而家向下掘，應該就可以見到中介祭壇噶啦，直接掘去中介傳送門嘅位置，咁就慳水慳力啦。OK， 中介傳送門開咗啦，而家準備幾張床就開始炸死中介龍，準備就緒。而家進入中介，結束了。而家先打開實體半藏箱，用珍珠傳送過去，然後將區塊調大啲，等個珍珠落地。OK， 然後去呢個機械柱嗰邊擺幾塊黑曜石先，有土喎。OK， 黑曜石，OK， OK， 嗰邊，好，唔想擺佢，你要踩多幾層先得。OK， 喂，呢邊，唔理啊，第二邊都擺埋佢，然後 OK， 咁樣搞掂，走，然後等待呢個中介龍棲息，咁樣直接瞄準時機
就可以避。哎，點解有 Enderman 喺度？唔小心，大鑊啊！唉，靚波 ，OK，靚波。而家等呢個中介龍褪色咁樣，睇準呢個時機就可以用床嚟將佢炸死啦。我喺等咗咁耐，終於過嚟。哇！嚟啦！佢真係食咗條尾，係時候啊！嚟呢個展現技術嘅時候啦！1張、2張、3張、4張、5張、6張、7張有啲快。anyway 咧，總之今日嘅 video 咧就到呢度啦。中意我嘅 channel 同埋 video 嘅話咧，記得撳翻個 like、subscribe、訂閱我嘅 channel， 並且打開個啷啷，記住唔好錯過我更新，因為我好少更新嘅。總之今日嘅 video 就到呢度，各位下集再見，拜拜。